就是台南台的，我们欢迎周佑谦，我们的美丽呼唤走脚在地好声音，恭喜您！我们先跟讲座来合影，中间请。好，恭喜恭喜！哎，那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获奖的感言吗？我今年转做单元节目奖是第3年，那很高兴的第3年这个年头就一入围就得奖了。那这个单元我是以台语为主，然后呢介绍台湾乡土鸟类与大自然跟我们人类之间的生活关系为出发点，所以每一集都有一种台湾乡土的鸟类的介绍，然后融合它们的声音以及它们的稀有跟我们人们的关系之间的看法所串联出来5分钟的单元节目。其实就是讲人跟土地还有土地上面的动物之间密不可分的一些关系和情感，真的非常精彩的节目，恭喜您获奖，谢谢，继续我们制作更精彩的节目，谢谢，恭喜恭喜。